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涂骹的坑，红花青叶一丛一丛，百花蛾那摇摇摆摆。一条彩色的坑，对透早牵到黄昏，对中游弯到水上。男女老幼，满面春风，谈情说爱，美艳秀良，走丛运动，旁的铁枝路，画出一条涂骹的坑。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46集，分享的是嘉义的韩婉老师所带来涂骹的坑。坑一般是伫咧天顶，为什么会出现伫咧涂骹？所以去，咱邀请韩婉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的含义，也佮有内底一寡特殊的台语文用字。这个涂骹的坑。咧写的就是中游铁马道，咱讲中游铁马道。中游铁马道，咱知影伊较早拢是咧运输石油的小火车，中游生产的迄个石油，拢是靠这个小火车来运输。毋过伊即马中油都无伫遐附近咧生产啦，所以呢。咱政府就安真用心，甲遐改做一条铁马道，叫做加油，嘉义的嘉，石油的油，加油铁马道。改做加油铁马道，足侪人拢爱去遐行。啥人讲呢？伊两边有种树啊，种花啊，铁马道顶悬有铺这个。木栈道有迄个插帮通行迄木栈道是真好行，行到咱的骹袂感觉重硬所以足侪人爱去遐行。这条加油铁马道若一条拢要甲行完，来回可能3点钟以上。若秋天、寒天，你若安尼甲行一座，你若讲。一天行3点钟以上，一定运动量足够的。所以讲，男女女，也是讲老的少年呢，大家拢行甲满面春风。男女朋友要去谈情说爱，嘛是真好行路。路边有当拄着佫有一个椅通坐。遐拢种足侪树所以嘛是会当美艳秀良的所在。带囡仔去囡仔上爱，小朋友拢爱伫遐走来走去，撞来撞去嘛。老大人去遐嘛是运动，大家拢伫遐耍甲足欢喜，看景、运动、谈情说爱，拢会使。一条铁枝路本来是已经爬远去即马变做一条涂骹的坑，一个。足水运动佚佗的所在。这内底有一个词咱题目就是涂骹的坑。涂骹要怎写呢？涂骹这个涂，就是糊里糊涂的涂，就是正讲的涂，和华语的涂无同。华语是泥土的土，山化咱这个糊里糊涂的土
叫做涂。涂骹的轻，这个轻就是咱讲彩虹啦吼。过来，搁讲一个词，招总。招总这个招就是走路的走啊。其实这个走路的走，在台语来说，也是走哦，不是行哦。啊，这个总要怎写？人字边，搁一个咧，人字旁在一个从前的从，所以招总。毋若讲囡仔呢，伫遐走来走去，会当讲招总。最主要，咱讲爸爸妈妈为厝诶咧无闲，为家奔波劳碌，到处奔走在赚钱，迄嘛会当讲招总。一条铁枝路本来是已经趴远去啊。什么叫趴远呢？这个趴远就是讲，这个土地已经弃耕，已经没有人要耕作了，让它就随意的荒废掉。没有人下，抛开的抛，抛弃的抛，荒废的荒我们说是趴远去啊，所以你说荒废，其实伊就是台语讲趴远。这首诗的标题《涂骹的轻》所形容的，就是家己这条非常有名的中油铁马道。顺利去，咱邀请嘉义市前文化局的局长赖万定先生来为咱介绍中油铁马道的由来。这中油铁马道咱顾名思义啦就和中油有关系啦原来伊就是咱中国石油公司伫家己有溶剂厂用济厂就对啦伊早期拢需要靠一条铁路，甲伊的产品再到这个北回归线遐伊有设一个站啦和台铁会当连线，甲伊的产品透过这条铁路尾因为这个公路方便啊。所以伊的产品怎透过公路专车安尼落运送，而且溶剂厂的产品愈来愈少，伊已经转型变做一个研究发展机构啦伊生产的溶剂产品已经减少所以这条铁路长期已经荒废所以咱这首诗内底有写到趴远的铁枝路就是讲迄个已经无用啦且伫10外当前咱台湾都伫流行骑脚踏车逐个县市拢伫争取体委会教育部啦会当补助经费来开辟自行车道所以这条咱嘉义市政府就安尼甲规划做迄个自行车道自行车道这条路今就是对嘉义市的细线路4段伫中油对遐开始算起经过民生南路，经过新民路就开始进入农业区两边拢是田园就对啦一直行到红霞厝经过红霞厝红霞厝了怎变做嘉义关，佮接落做北回自行车道会当探到北回归线所以这条路差不多有4-5公里啦今变做自行车道，嘛是足侪嘉义市民运动、行路、散步的所在而且市区这段啦比如讲民生南路甲细线路这段同好的就是讲迄带遐拄好有嘉农宿舍伫遐徛家户拢伫这个自行车道的边种真侪花这变做花圃足水的所以伫这条这个中油铁马道来行路也好，这个骑脚踏车好，会使讲非常的舒服。红花青叶，一丛一丛，百花婀娜，摇摇摆摆。一条彩色的茎，对透早牵到黄昏，对中游弯到水上。男女老幼，满面春风，
谈情说爱，美黄秀凉，祖宗运动，拍远的天气咯，发出一条涂骹的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一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罗曼镇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曾文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